猜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？没错，是郭妈妈的94岁生日，整个家族的人都来给妈妈庆生啦。妈妈在炫耀，她有好多的红包，大寿星豪爽红包派发中。多謝姨媽，多謝姨媽。哎呀，我搞錯過嗰2封，剩得我1封。哼，媽媽最愛我啦！上菜啦，點了好多好吃的。今天的菜色都是壽星愛吃的，給媽媽定制的壽桃，希望媽媽長壽富貴。全虎，給媽媽唱生日歌啦！與天齊，慶賀壽與天齊，慶賀你生辰快樂，年年都有今日，歲歲都有今朝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祝我最親愛的媽媽身體健康，永遠快樂。